冇識啊，冇識啊，冇見過你熄機啊。頭先嗰次咧就緊張係明顯㗎啦。由邊度咧？我聽到你有音樂感、有感情放咗落去咧，由呢度開始，由呢度開始，我先至慢慢聽到你有少少感情彈咗落去，有少少音樂感彈咗落去。前面嗰節嗰度咧，我就係聽到你好急，我就聽到你咁樣，我聽到好喘氣，好索氣，知唔知啊？你完全冇俾機會我去 rest， 我去休息啊！你唔俾機會我去唞氣，明唔明啊？我由呢度開始，我先至聽到有少少感情啊！前邊仍然都係75分，挑戰緊你啊！85分 ，OK， 成首歌裏邊咧，你吸引到我去聽，我 enjoy 去聽。85分，我希望你要 keep 到呢一樣嘢。頭先咧，其實我打拍子咧，其實我唔係跟住呢首歌咁樣1 2 3 1 2 3咁樣打。其實我打拍子咧，我係打緊專心，我係打緊咧2個巴一拍。我係打緊1 2 1 2，點解我會咁樣打咧？如果咧嗱，我以前咧我係 part time 咧幫我嘅朋友咧伴奏芭蕾舞嘅。我朋友上咗天家10幾年啦嚇。如果咧跳芭蕾舞咧個音樂伴奏咧係2個巴等於1拍嘅，2個巴伴奏芭蕾舞，知唔知啊？伴奏芭蕾舞係2個巴先等於1拍嘅，所以頭先咧我一打拍子嘅時候咧，其實我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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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噠我都有100度，睇唔睇到我推你個拍子啊？嚇，重慶，聽唔聽到拍子？係2個巴等於1拍㗎，伴奏芭蕾舞嘅時候，所以咧首歌其實係不能夠太慢嘅，得唔得？我希望你可以 keep 到呢一個效果。甚至乎係更高。如果唔係到時你一考試嘅時候一緊張咧，
跌㗎啦，知唔知啊？如果你彈到130分緊張就100分滿分，如果你彈到得100分，當你緊張就得翻80分。如果你而家咧，我俾你82分，當你一緊張，你嘣一聲又跌翻得翻70分，明唔明白？嗱，你而家嗰個連音咧，手指靈活好重要。手指如何靈活啊？係一定要練琴㗎，唔練手指係冇辦法靈活嘅，明唔明白？同埋記住我頭先所講嘅嘢，再做一次俾我睇。右手揸住本書，點樣先至係一個正確嘅手嘅動作？做多一次，手腕係啦，貼住嚇，咁樣要啱動作啊，小姐。貼住，然之後輕輕打開啲手指。No， 你成個手腕趌起晒啊！手腕全部貼住，輕輕揸拳頭，貼住。你嘅首先，不如下堂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因為我哋咧其實屋企人如果食飯，公公，我哋唔係6至7嘅咩？好似係啊，我加時俾佢啊。佢考試啊嘛。哦 ，OK， 我送咗30分鐘時間俾佢。你冇緊要啊，有㗎啦。哦，冇嘢。考試緊要啊！食飽啊！食飽啊！哇！嚇咁 OK， 本書唔係咁樣斜嘅，你咁樣斜你已經部琴唔識斜嘅咩？係咪啊？本書當係琴鍵，當係 keyboard。部琴唔識斜嘅，得唔得 ？OK， 擺喺度，手腕同埋手貼住本書，然之後輕輕打開手指，呢個先至係彈琴最啱嘅姿勢。你而家你見到個手腕咧係低過最高個關節嘅，見唔見到？平時你彈琴有時你要咁樣啦，嚇，明唔明白啊？呢個先至係最啱嘅彈琴嘅動作，得唔得？唔好斜啊 ，OK， 貼住嘅。頭先我叫一打開咧，揸住拳頭打開，咁樣使咩叫揸住本書啫？黐住㗎，手腕係黐住嘅本書啊，黐住㗎，明唔明白？揸拳頭，你咁係錯㗎，咁樣彈琴錯㗎，輕輕揸拳頭，輕輕放開啲手指。得唔得？好，最尾再做多一次，分辨左手同右手做多次連音俾我睇 ，C D E F G。OK， 你而家見到你練手指嘅時候咧，每一個關節，每喐一個關節咧，都會趌起嘅，係咪？如果你冇做到呢樣嘢咧，其實你係用一隻手，你係冇練到手指嘅，你只不過係靠隻手去彈啲音嘅啫。你完全冇練到手指嘅，明唔明白？完全冇。OK， 左手。唔好。OK， 嗱，記住嚇，記住，記唔記得？吸收到係咪？老師啲嘢咧。OK， 完成一撳右下角，